今日為大家介紹意大利醫學品牌 Renlife 其中嘅王牌保濕產品。咁喺介紹產品之前咧，都講少少品牌嘅背景啦。Renlife 咧係意大利 Biotech 旗下嘅醫學品牌產品，而 Biotech 咧至今超過30幾年嘅經驗㗎啦。由最初生產醫學儀器、美容儀器到醫學美容產品，產品方面咧攞咗 ISO 嘅9001同9002嘅認證，並且咧已經喺全球超過60多個國家咧進行銷售。Renlife 所有嘅產品咧全線都會採用咗呢個納米微脂囊嘅傳送技術，可以將活性成分好似洋葱咁一層層帶到去我哋深層嘅肌膚，再慢慢釋放。比起一般嘅產品嘅吸收度咧係高達7倍嘅功效㗎。而今日介紹嘅王牌產品之一 Aqua Gel 高濃度活性保濕啫喱，當中包括咗常春藤、七葉樹等成分，有效做到即時補水、鎖水、儲水同排水功能，同時可以做到抗炎、強化微血管。單一使用嘅話咧，可以用嚟配合導入儀器啦，或者揩符採光去使用嘅。第二支純透明質酸水嘅噴霧，佢噴霧嘅設計令到分子霧化，更加容易令皮膚去吸收，即時做到增加肌膚嘅天然保濕因子，同時鎖緊皮膚嘅水分。佢可以做到舒緩抗炎，當中亦含有多種嘅微量元素，可以加快細胞嘅循環代謝。咁喺天氣乾燥嘅日子或者化妝前後用嚟做保濕定妝都非常之好㗎。第三支嘅生物技術透明質酸精華，佢係採用咗專利嘅生物技術，配合淨化水衍生出嚟嘅高濃度透明質酸。喺好多時候咧，大家都會好關注應該用乜嘢分子嘅透明質酸先係最好。FluidH 嘅透明質酸精華，一支已經結合咗大中細嘅分子透明質酸，同時配合埋納米微脂囊嘅傳送技術，令到皮膚可以做到即時嘅吸收，加強翻鎖水嘅功能。當我哋同時使用 Aqua Gel 透明質酸噴霧同埋 FluidH 精華去調配面膜，每次敷總共30分鐘嘅時間。第一個10分鐘可以補充翻皮膚流失咗嘅水分，第二個10分鐘可以補充翻皮膚而家需要嘅水分，最後嗰10分鐘係用嚟儲存翻皮膚需要嘅水分。咁喺每次做完高能量儀器之後呢，其實都會建議大家連續敷翻1星期嘅3個10分鐘面膜。咁當然每日使用呢就更加好啦。最後喺調配面膜方面呢，我哋每次用15ml 嘅 Aqua Gel 加2至3滴嘅 FluidH 精華，再加近15ml嘅透明質酸噴霧就可以㗎啦。